你以為便利店隨手買下嘅嗰一盒便當，淨係一份用嚟應付忙碌生活嘅簡餐，好少人真正清楚呢一盒看似簡單嘅加熱即食餐食，背後係一個規模驚人、足以撼動全球經濟版圖嘅龐大產業。2024年，中國預製菜市場規模正式突破5000億港人民幣大關，呢個體量已經近乎等同於新加坡全年嘅國內生產總值。放眼全球市場，成條產業鏈嘅年產值更加突破咗2000億美元，相當於一個中等發達國家嘅年度經濟總量，令人嘩然。如果再追溯前幾年，呢個數字仲以每年超過2位數嘅百分比持續攀升。行業佈局預測到2027年，全球預製食品市場規模有望逼近3000億美元。呢個意味住喺不執覺間，預製食品已經超然講透到現代人飲食生活嘅每一個角落，成為繼新鮮食材餐廳堂食之後嘅第3大飲食解決方案。喺全球範圍內，平均每1分鐘就有80萬份預製便當從世界各地嘅自動化生產線上魚貫而下，佢哋經由全程嚴苛溫控嘅冷鏈運輸網絡，被分秒不差咁送往超市凍櫃、便利店餐架、校園食堂後廚、航空配餐中心乃至野外作業同應急救援嘅第一線。最終呢啲便當被忙碌嘅掃客喺下從凍櫃中拎出，撕開包裝一角，送入微波爐，僅3分鐘，伴隨着一聲清脆嘅叮響，一餐飯就咁輕鬆完成。如果你企喺一座超級城市嘅高處俯瞰，喺任何一個工作日嘅午間高峰時段，個數以百萬計嘅微波爐同時喺寫字樓、茶水間、便利店角落、家庭廚房入面立鳴作響，嗰場面龐上一場無聲嘅工業交響曲。由最初投入清洗設備嘅金黃道歌，到最終密封包裝後整裝待發嘅成品，成個流程高度自動化，幾乎睇唔到人工干預嘅痕跡。機器以超越人眼感知嘅精度掌控住每一道工序，毫升級別咁精準控制住水量，克級精度咁分配各類食材，最後依靠高溫熱壓技術完成嚴絲合縫嘅密封包裝，確保每一盒便當都經得起長途跋涉嘅考驗。螺旋速凍機係成條生產線上視覺衝擊力最強亦最令人震撼嘅一環。啱啱完成裝配仲有餘溫嘅便當，被快速送入呢條蔓延數10米嘅螺旋通道，喺零下35度嘅極寒環境中持續穿行30分鐘，中心溫度由常溫就降至零下18度以下，完成一場堪稱生死時速嘅極速降溫，由熱辣辣到凍入骨。呢短短半個鐘嘅極端溫差跨越，係大自然需要成晚先至完成到嘅降溫過程嘅工業化濃縮。預製便當呢個產業，一邊被疲於奔命嘅年輕人奉為拯救加班生活嘅續命剛需，一邊持續喺大眾輿論場中引發激烈嘅爭論防腐劑、添加劑、營養流失、口味同質化，種種質疑如影隨形。呢套由戰爭時期軍用口糧演化而嚟嘅食品體系，究竟係點樣一步步成長，為今日呢個以萬億計嘅龐大帝國？便利店貨架上嗰一盒平平無奇嘅便當，又係點樣將生火備菜、切配翻炒、慢火燉煮呢啲原本耗時耗力嘅居家烹賣過程，壓縮成咗機械臂、冷鏈車灑與微波爐磁控管三者精密配合嘅工業化產物？今日就讓我們一齊走進嗰座常年冷溫戒備森嚴嘅中央廚房，揭開呢條跨越農場、加工廠、冷鏈倉與便利店凍櫃嘅預製食品史詩——預製便當嘅故事。距今已有近100年嘅漫長時光，一切嘅起點要追溯到人類歷史上起步最大嘅武裝衝突——第2次世界大戰。為咗解決上千萬前線士兵喺炮火連天嘅戰場上嘅熱食補給難題，美軍軍需部門研發咗一種能夠經受長途海運長期存放且開袋即食嘅變餾熟食，將米飯、肉類、蔬菜等食材預先烹製熟化，再分裝密封。呢個就係現代預製餐最早嘅閔型。雖然簡陋粗糙，卻點燃咗一個全新產業嘅星火。喺當時，呢種罐頭形式嘅口糧被士兵們戲稱為 K 口糧。雖然後來口味上被吐槽咁多，但佢解決咗戰場上最核心嘅問題，讓士兵喺戰壕中依然能夠食到一啖熱飯。真正令預製食品從軍用物資走入普通家庭廚房嘅，係上世紀50年代美國橫空出世嘅知名產品——電視晚餐。當年一間名為 Swanson 嘅食品廠商倉庫入面積壓咗大量滯銷嘅火雞肉，
嗰係感恩節過後剩落嚟嘅整整260噸冷凍火雞銷售陷入絕境，公司瀕臨破產。一位腦筋靈活嘅銷售員急中生智，諗出咗一個絕處逢生嘅對策，將賣唔出嘅火雞肉切塊，連同青豆、薯蓉等配菜統一加工調味，裝入輕便嘅廣博托盤，用硬紙板封好售賣，價格定喺98美仙一份。呢個時機揀得恰到好處，嗰時電視機正喺美國家庭中快速普及。無數家庭主婦開始習慣一邊睇住熒幕上嘅節目，一邊食飯。呢款只需簡單加熱就可以拎上茶几嘅盒裝餐食，精準踩中咗時代嘅節拍，順勢喺市場上引爆咗銷售狂潮。上市第一年就賣出咗超過1000萬份，嗰間原本瀕臨倒閉嘅企業亦因此一舉翻身。卡森食品紅葉巨頭之列，亦正式拉開爐冷凍預製食品商業化嘅恢宏序幕。呢個商業案例至今仍被哈佛商學院收錄為經典營銷教材，成為化危機為轉機嘅完美範例。此後數十年間，預製餐喺全世界範圍內持續演化迭代升級。70年代，日本 7-Eleven 便利店重構咗成條供應鏈模式，搭建咗一套至今仍被奉為行業標杆嘅成熟冷鏈配送體。係喺當時嘅日本經濟高速增值，催生咗龐大嘅城市工薪階層。呢啲人每日工作時間極長，通勤距離極遠，根本冇時間自己煮飯。7-Eleven 敏捷咁捕捉到呢個市場空白，首次提出咗1日3次配貨嘅理念，確保號由中央廚房出品嘅冷藏便當能夠喺最短嘅時間內送到 Sophia 手中。工業化冷藏便當正式落地生根，便利店每日定時接收來自中央廚房嘅新鮮配餐，成為都市生活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80年代預製冷凍餐值趕歐洲各大超市貨架，成為無數上班族放工後最便捷、最省心嘅晚餐選擇。而喺歐洲，冷凍預製餐嘅普及，仲與雙職工家庭嘅激增密切相關。隨住越來越多嘅女性走入職場，家庭嘅烹飪時間被急劇壓縮，冷凍餐精準填補咗呢個空檔。而國內預製菜產業迎來真正意義上嘅爆發式增值，則要等到2014年之後，嗰時外賣平台如雨後春雷般蓬勃興起，帶動咗中央廚房產能嘅快速擴張。國內市場規模此後持續保持超過20%嘅年均增速，勢不可擋。時至今日，全球大約有15億人都會定期食用各種形式嘅預製餐，由戰場上嘅軍糧到千家萬戶餐桌上嘅日常簡餐。呢段跨越近100年嘅進化史，如今正安靜咁藏喺全自動工廠嘅每一條高速運轉嘅輸送帶之中。我們先走進米飯車間，一探究竟呢度嘅景象，恐怕會講覆好多人嘅固有認知。工廠量產米飯嘅整個過程，由最初嘅投米到最終嘅出飯，全程幾乎冇任何人手直接接觸過一粒生米。生產團隊會根據當日來自全國各地嘅海量訂單，利用智能系統精準核算出每一批次所需嘅大米總用量，精確到公斤級。稻果莢經過自動輸送帶被送入巨型嘅工業蒸飯拉比中，每一拉比都精確承載固定重量嘅原料，對應可以分裝成20份標準便當嘅主食份額。機器自動注入預先量好嘅定量清水，原料喺拉比中充分浸泡一段時間後，切實被直接以液壓動力將整口蒸飯羅比翻轉180度，將痕路嘅洗米水全部掃除。呢種全自動翻轉洗米嘅工藝，極大咁減少咗人為變量，讓每一羅比米嘅清洗程度完全一致。呢度藏住一個普通家庭喺日常煮飯時好少留意嘅精妙細節。大米顆粒嘅表層覆蓋住一層游離澱粉，如果直接加水勁煮，呢啲澱粉喺高溫下會大量釋出，容易令米飯黏結成團，口感過軟。工廠嘅應對策略係進行2次甚至3次換水，通過反覆洗製鐵底去除表面嘅游離澱粉，從而確保最終出粒嘅每一粒米都飽滿分明、鬆散蛋勻。處理完畢嘅米拉比被精準送入工業蒸汽櫃，溫度、壓力、蒸煮時長全部由中央控制系統嚴格鎖定，固定為25分鐘，唔多1秒，亦唔少1秒。以工業級嘅精度追求每一粒米飯嘅完美狀態。呢種工業級嘅蒸汽櫃採用高壓直噴技術，蒸汽以極高速度穿透每一粒米嘅內部，確保受熱均勻深部完全糊化。呢個係家用電飯煲難以企及嘅加熱效率。蒸熟嘅米飯被傾倒入緩衝料斗暫存，
隨後輸送帶將空餐盒原速運至下料口正下方設置以電子控制嘅蒸導式放出150克米飯，啱好滿足一名成年人一餐嘅煮食需求量。成條自動化米飯生產線嘅前期設備投入高達數百萬人民幣，目的只有一個，無論你係喺東北冰城定係海南椰島購買同一個品牌嘅便當，嗰份米飯嘅口感同品質都穩定如一，絕無參差標準化，正係工業化食品最鮮明、最無可面謝嘅標輪，亦係最令人心生複雜情緒嘅地方。食到嘅永遠係嗰個熟悉嘅味道，卻再亦嚟唔到驚喜。如果話米飯車間係一首精準節拍嘅交響樂，咁菜間加工區嘅精密程度則堪比一座細節嚴苛嘅精細化工車間。絕大多數肉類食材，例如炸雞塊、烤肉片、紅燒肉，由上游大型供應商預先完成果粉預炸冷凍處理，以零下18度嘅冷凍狀態，用冷藏車隊運抵中央廚房嘅收料區。裝配線上排列整齊嘅自動投料設備，直接連接住冷凍倉庫嘅出料口。依靠真空吸盤或者靈巧嘅機械揸手，定量揸取預定重量嘅肉塊，精準投放進下方列隊等候嘅餐盒之中。每一台設備都搭載高靈敏度重量感應器，一旦檢測到份量唔達標嘅餐盒，系統會即時觸發氣動推間，將次品自動剔除出輸送帶。鐵底杜絕蘇喺蝦打開便當後發現肉類份量參差不齊、少得可憐嘅成形價局面。呢啲重量感應器嘅精度可以達到正負0.5克，遠遠高於人工分裝嘅準確率。西蘭花、紅蘿蔔、青豆呢類蔬菜處理工藝則更加講究，亦更能體現工業食品嘅精細一面。食材會首先經過一道名為飄缸嘅關鍵工序，滾水中短時間快速殺青，透過高溫瞬間滅活蔬菜內部天然存在嘅各類活性酶。如果缺少呢一步後續嘅冷凍儲存與復熱過程中，蔬菜會喺酶嘅作用下迅速變黃、變軟爛，產生異味，風味與營養價值都會斷崖式流失。飄缸嘅時間精確度秒，每種蔬菜因其質地唔同而有專屬嘅飄缸時，長西蘭花大約需要90秒，紅蘿蔔片則需要120秒，青豆只需60秒。飄缸工序完成後，蔬菜即刻被送入零下40度嘅極速冷凍設備中，以最快嘅速度鎖住細胞內嘅水分與葉綠素，最後同樣由自動投料系統按照固定克重，精確分配至每一個餐盒嘅指定分區之中。醬汁往往決定咗一份便當嘅最終風味走向，亦係數皮蝦評判一份便當好唔好食嘅最核心因素。生產車間內部各種調配好嘅風味醬汁、咖喱醬汁、日式照燒汁、中式紅燒醬汁，分別存放於密封嘅不同鋼料桶之中，管道連接住以微處理器控制嘅電子計量噴嘴。每一種醬汁嘅噴射量都經過咗前期嘅上千次素喺沙口味測試與數據優化，先至最終敲定。過多會蓋過食材本身嘅原味，過少則會令整份便當味道寡淡，令人失望。最終確定嘅固定數值，每一份醬汁嘅誤差被嚴格控制喺極小嘅範圍之內，以工業級嘅精確度復刻出大眾接受度最高嘅黃金風味。值得一提嘅係，呢啲醬汁配方大多來自專業食品研發團隊，而非傳統廚師研發人員。會利用氣相式譜質、普魯聯用儀等設備分析醬汁中嘅風味物質，確保每一批次嘅風味一致性。近年來熱度持續高漲嘅輕食健身餐，生產嘅最大技術難點在於防止蔬菜出水，導致餐盒內濕漉一片，口感變軟爛。解決問題嘅關鍵係分區隔裝嘅設計。餐盒內部被均勻分割成3至5個完全獨立嘅封閉空間，生菜沙律、主食粗糧、雞胸肉或者三文魚塊互不接觸，從物理上隔絕咗不同食材之間彈出嘅水分相互串擾。依靠呢個分倉工藝，冷藏便當嘅保鮮時長由原本嘅短短幾小時大幅延長至72小時，為物流同零售爭取咗充足嘅時間窗口。呢種分區設計最初借鑒咗日本便當產業嘅成熟經驗，如今已被國內各大廠商廣泛採用，並不斷創新，甚至發展出咗具有保溫功能嘅雙層隔重。絕可不過決定便當保鮮週期嘅核心，歸根究底仲係裝配車間嘅整體環境管控。專業嘅中央廚房嚴格維持低溫潔淨嘅生產環境，所有工作人員喺進入核心作業區之前，必須經過封閉式風淋室嘅強力除塵吹走，附着喺衣物同皮膚表面嘅微小顆粒。
車間頂部配備工業級淨化送風系統，持續向下輸送經過濾嘅潔淨空氣，通過由上而下嘅層流方式沉降，帶走空氣中簡浮嘅塵埃微粒。潔淨標準對標嘅係小型半導體晶片廠房，而唔係尋常食品工坊。低溫環境最大限度咁抑制咗細菌嘅繁殖速度，從源頭上保障咗每一份食材嘅新鮮度同安全係數。喺呢啲車間入面，溫度常年控制在10至12度之間，工作人員需要着住厚厚嘅防寒工作服作業。一袋就係成個班次所有食材完成精準裝填之後，便當迎來整個生產流程中最為關鍵、最為驚心動魄嘅一道工序——螺旋速凍。一條長長嘅螺旋狀輸送帶，滿如盤踞嘅巨龍，帶着啱啱完成裝配餘溫上載嘅便當，穿梭喺零下35度嘅極寒速凍庫之中。便當隨住輸送帶緩慢上升、旋轉下降，全程持續整整30分鐘。中心溫度被強制拉低至零下18度以下。快速冷凍有着不可替代嘅巨大優勢。如果降溫速度過慢，食材內部嘅水分子會逐漸形成大塊邊緣造礪嘅冰晶，呢啲冰晶會直接刺穿細胞壁同細胞膜。解凍之後，細胞內嘅汁水大量流失，肉質口感變得乾柴寡淡。而極速冷凍條件下生成嘅都係微小而均勻嘅冰晶，對細胞嘅物理傷害降至最低，從而最大限度咁保留咗食材原有嘅水分、質地與風味。呢個亦係點解超市冷凍便當喺經過微波爐復熱之後，依然能夠保有相當唔錯嘅口感同香氣，而不至於能為一籠軟爛難辨嘅糊狀物。呢種螺旋速凍技術最早源自北歐原葉加工領域，後來被引入預製食品行業。如今已成為行業標配。速凍完成之後，便當排住整齊嘅隊列進入封裝工位，熱風機以精密調校嘅溫度同時間參數，將一層透明嘅高阻隔薄膜緊密貼合喺餐盒邊緣，完成密封。密封溫度經過咗反反复复嘅調試，先至確定到溫度過低容易導致封口大漏，運輸途中醬汁橫流；溫度過高則會令包裝材料變形，影響外觀同貨價吸引力。一台高端全自動熱風設備嘅造價動聳數10萬甚至上百萬，屬於成條生產線上最昂貴嘅核心設備之一。封裝工序結束後，自動貼標機以飛快嘅速度喺每一盒便當上打印並貼上標範。生產日期、完整配料清單、營養成分表、溯源儀、維碼一應俱全。自2021年，國內預製菜監管規範正式落地實施之後，產品溯源系統成為所有正規廠商必須遵守嘅硬性門籠。蘇皮克只需攞出手機輕輕一掃，就能查到手中呢盒便當所用嘅每一批原料嘅來源農場、加工車間、生產時間點、時限安全管控，由此進入咗全面透明、全程可追溯嘅新階段。全部工序結束之後，便當被迅速裝進專用保溫周轉箱，馬上冷鏈運輸車輛，依靠全程溫度監控嘅物流網絡發往各個終端零售網點。由生鮮原料進入廠區嘅嗰一刻，到成品便當裝箱發車離開大門，效率最高嘅現代化中央廚房，僅需3小時即可完成全部轉化流程。呢3小時之內，一盒便當完成咗由散裝食材到標準化工業品嘅驚人喺變。好多人唔知道嘅係，預製餐丸丸唔止便利店凍櫃入面常見嘅嗰一種冷藏便當，根據儲存方式同食用場景嘅差異，佢哋可以被細分為5大類別，每一類喺工藝標準、成本、缺角同消費定位上都天差地別。第一種係冷藏便當，喺日韓便利店最為常見，儲存於0到4度嘅低溫環境，保質期僅為24至72小時，主打最大程度貼近現做菜餡嘅新鮮口感同色澤，屬於預製餐中嘅短保精品。呢類便當通常採用氣調包裝技術，透過置換包裝內嘅氣體成分嚟延緩氧化同細菌生長。第二種係冷凍預製餐，歐美超市貨架上嘅絕對主流品類，零下18度環境中長期儲存，保質期長達數月甚至半年以上，性價比突出，適合大批量囤貨。呢類產品喺美國嘅地透率極高，據統計，美國家庭平均每月消費冷凍預製餐嘅次數超過10次。第三種係常溫自熱食品，依靠高溫鐵底滅菌同真空密封技術，完全唔需要冷鏈支持，適合戶外探險、應急救援、野外作業等場景。自熱米飯、自熱火鍋不速熱麵條都屬於呢個範疇。自熱包利用生石灰與水嘅化學反應釋放大量熱量，3分鐘內即可令餐食溫度升至70-80度。呢
呢種技術最初源於軍用野外口糧。第4種係航空餐，喺所有預製餐品類中，呢個係標準最嚴苛、要求最細緻嘅品類。高空低壓環境會加速人體味蕾敏感度嘅變化，同時對食物中嘅水分、蒸發速度產生顯著影響。航空餐喺研發時會特意調整醬汁嘅濃度同配比，防止食物喺萬米高空嘅客艙中變得乾澀乏味。每一份航空餐嘅製造成本遠高於普通便利便當。此外，航空餐仲必須考慮機上加熱設備功率有限、餐具尺寸受限等特殊因素，研發難度遠高於地面預製餐。第5種係航天食品，代表咗預製食品技術領域嘅天花板，採用尖端冷凍乾燥技術，通過真空環境下升華嘅方式抽走食材中95%以上嘅水分，使成品體積壓縮至原本嘅1/5，重量僅剩1/10左右。太空人喺太空站微重力環境中，只需注入定量熱水，稍等片刻即可復原出一份熱辣辣嘅太空餐。單款航天餐嘅研發成本動輒數萬甚至數十萬元人民幣，係工業食品體系中最極致、最昂貴嘅技術結晶。目前航天食品嘅種類已經由早期嘅牙膏、狀糊狀物發展到包括咖喱飯、紅燒肉、水果乾在內嘅上百種選擇，口味同營養都得到咗極大嘅改善。預製餐快速普及嘅背後，係現代社會生活方式嘅深層變革。加班常態化裹控住城市職場嘅每一個人，獨居人群嘅數量持續攀升。願意花費1小時以上洗菜切菜、落拉比翻炒、先煮熬湯嘅家庭比例逐年下降。數據顯示，中國1線城市雙職工家庭每日平均花喺烹爆上嘅時間，已由10年前嘅90分鐘縮短至目前不足40分鐘。加熱3分鐘嘅便當，替人們省去咗買菜、清洗、切配、烹製、洗落地、洗碗嘅全套流程，將原本被家務佔據嘅時間還俾咗疲懶嘅身心。喺高度標準化嘅工業體系之下，食材從源頭端就接受統一嘅農殘同受虐殘留檢測加工環境，實現咗規範化潔淨管控。合規大型廠商出產嘅預製餐，涉縫慳全管控水平，甚至優於唔少小本經營嘅街頭餐館。然而爭議同樣無法迴避，甚至成為大眾討論預製餐時最集中、最尖銳嘅話題。機器以超越人類嘅精確度復刻味道嘅同時，亦無情咁抹平咗食物中本該存在嘅隨機性同個性，加上小炒獨有嘅嗰份鑊氣搭鼻與火焰碰撞出嘅焦香。因人而異嘅調味偏好，鹽多啲或少啲，辣椒放幾多，爐火帶來嘅嗰股滾桑嘅煙火溫度都好難喺流水線嘅標準模板上完美復刻。當每一份便當嘅口味都高度統一，毫無偏差，人們亦喺不知不覺中慢慢失去咗品嚟唔一樣味道嘅期待與樂趣。好多美食評論家擔憂，長期食用標準化嘅預製餐，可能會削弱年輕一代對複雜風味嘅感知能力同對烹飪文化嘅興趣。更大嘅影響蔓延至全球農業供應鏈，成為隱藏喺一盒便當背後嘅宏觀罵事。預製菜產業每年消耗數百萬磅大米、果蔬各種肉類產業鏈，好似一張巨大嘅蜘蛛網，連接住泰國東北部廣發嘅稻米田、巴西高原上數萬公個嘅養牛場、南美洲肥沃山谷嘅番茄種植基地。世界各地嘅農產品跨越山海匯聚到一座座中央廚房，被拆解重組包，裝成一盒盒印住統一商標嘅便當，再被送往城市裏千千萬萬個微波爐旁。呢種全球化嘅原料採購模式，一方面降低咗生產成本，豐富咗食材選擇；另一方面，亦令餐桌上嘅食物來源變得高度依賴。國際貿易同物流體係任何一個環節嘅波動，都可能影響到千家萬戶嘅日常飲食。預製便當本身並冇絕對嘅好壞之分，佢係人類組織效率與食品科學技術疊加而成嘅偉大成就，同時亦係飲食文化單一化趨勢嘅一個縮影。便利、平價、品質穩定係佢無可怒射嘅優勢，缺少煙火氣、風味俱同，與傳統文化漸行漸遠，則係佢喺大眾心頭揮之不去嘅痛點同糾結。就好似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會帶來生活方式嘅劇變一樣，預製食品產業嘅崛起，亦係現代社會喺效率與溫度之間不斷取捨嘅縮影。由二戰戰場上簡陋嘅軍用口糧，到今日超市凍櫃裏臨嚟滿目口味覆蓋全球各地菜系嘅盒裝餐食，呢段跨越近100年嘅預製餐進化史詩，最終濃縮喺一座數萬平方米嘅全自動工廠之中。
洗米翻轉螺水嘅精準工序，精確到克嘅醬汁噴射噴嘴，30分鐘極速降溫嘅巨大螺旋速凍機，無數精密工序相互配合，環環相扣，最終造就咗嗰一盒只需微波爐加熱3分鐘就能端上餐桌嘅便當。下次當你從便利店嘅凍櫃中拎出一盒預製便當，撕開包裝一角放入微波爐，靜候嗰一聲叮嘅提示音時，不妨喺嗰短暫嘅3分鐘裏稍稍駐足諗一諗，你即將食落嘅呢一餐簡單嘅飯食，背後係一套橫跨全球20幾個國家同地區，涉及數百萬農業從業者與工廠工人嘅龐大食品工業體系，係近100年來人類喺戰爭技術變革與都市化多重力量交合推動下，與一日3餐達成嘅一次全新和解。呢個唔單止係食物形態嘅演變，更加係人類社會組織方式、生產方式同生活方式共同進化嘅生動注腳。一盒便當裝住嘅唔止係一餐飯，更加係成個時代嘅印記。